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家人一只渔船出海掠虾，不明原因，规台船全倒火烧起来。8个船员紧急跳海逃生，虽然有通报海巡来救援，但是海象无好，无法度出动。同时附近有一台渔船，看到火烧船，真善心，赶紧划过斗救人。想袂到这台竟然是船长的后生所驾驶的渔船，就安尼，这后生意外救到家己的老爸。渔船啊，伫大洋顶头海来海去，不过半只船是烧甲空空，剩船骨啊硬硬，乌烟直直呛起哩，看到有够惊人。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啊！船长甲7个船员当场船啊拼咧逃生，穿救生衣、冒浮球，伫海面浮浮沉沉。好在在救兵随来，也若到场救援的，就是船长因囝驶渔船。迄时2只船距离1海里，船长因囝看到海浮乌烟，赶紧驶船去救援。我今才知影，原来是老爸渔船。代志发生伫27号下晡2点半，迄时海风并无好，那线8级海风，阁有3米的观影。有通报海巡要出去救援，但是海巡说浪太大，也没办法。好在在人无安怎，讲到迄时心要是会惊惊。一下他说黑烟很大，连看也没办法看的，进去也没办法，那黑烟都没有，什么都看不到，就都火就来了。明明前几天才征收，机舱却唔知安怎着火，损失可能1000外万。经过这场火烧船，因伫28号饭店回来港边，虽望现场雨一直落，不过船长伊的母囝早着举雨伞伫码头咧等，看到船长平安倒回来，就拢放心啊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